再来关心的是泰国有一只属价航空泰西航空，伊的班机 SL395，原底是按算昨暗8点半左右要对日本飞转来到咱桃园机场，结果伫起飞进前，哪像是因为驾驶舱的玻璃去互机场的空调甲弄个破去，全袂当起飞，受真侪台湾旅客变做是爱伫机场来过暝。消基会就提示讲，其实出国进前上好是爱来买旅游不便的保险，来避免一寡无必要的损失。地勤人员伫登机口头前，一直向旅客来说明飞行机的状况。因为原定23暗时8点25对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起飞的廉价航空泰西航空 SL395班机，要飞往桃园机场，结果转泰国曼谷。无想到起飞进前，敢若像有驾驶舱的玻璃和空桥弄破去，你被迫来停飞。空桥再怎么移动，它也不会是这个椭圆形去撞到那个驾驶舱的那个玻璃啊，前面的这个玻璃哈，这个点哈是蛮诡异的哈。因为航班取消，日本成田机场又搁有宵禁的时间，不少台籍旅客伫机场的1楼，手机无所在充电，也无物件通食。要去市区的转盘的公车也已经停开，若是要家己开钱坐客运车，至少爱入票25000块，引发不满。班机延误事件定定发生，旅客出国进前会再先投保旅游不便险，来分担风险甲损失。你如果投保呢是一个实支实付的，那一定要保留这样子所增加支出的一个费用上的一个凭证哦，要不然你要申请，即使你有保险，但是这些凭证没有的话，没有办法证明损害或是支付的一个费用的情形的话，也没有办法来这个申请理赔。消基会提醒，各间保险业者的承保内容无同，赔偿金额也无同款。投保进前上好先看清楚，以免发生事故时才发现无得到赔偿。尤其是遇到风台这天气的因素，班机延误也是停飞。建议这个旅游不便险会使加保1、2天来保障家己的权益。记者宋合报道。